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今日帶你哋穿越時空睇下赤坎鎮最傳奇嘅村落。幾十年前成條村點解掛滿楓葉旗，又被叫做加拿大村？究竟係咩原因呢？故事要從1890年講起。當年蝦村後生仔關國亂第一個坐船闖蕩溫哥華嘅，點知佢喺加拿大砍木起屋，賺到盆滿缽滿，轉頭帶齊成村13戶關姓兄弟過埠打拼。嗰陣時全村後生住西裝打領帶，行出村口仲識噴古龍水，你話威唔威水？喺加拿大村嘅碉樓頂四角整咗燕子窩角堡，因為當年成條村最緊要係防土匪馬賊啊！碉樓牆身厚過祠堂石柱，窗口細過拳頭，舊時天台仲裝埋洋槍火炮嘅，土匪埋唔到身。最勁爆係80年前加拿大全村後生已經識打美式籃球。你話勁唔勁？周末仲會開住西洋留聲機搞 party。佢可惜1951年某個月黑風高夜，關國亂突然敲鑼召集全村人，叫鄉親們執包袱出國啦！成條村連細路哥都跟住漂洋過海去加拿大，剩低嘅金絲楠木家私同移民紙收埋咗暗格噶。而家條村已經冇咩人住啦，呢啲洋樓發毛到甩灰，得返麻雀仔日日飛入嚟偷菜心食。亦都成為咗名副其實嘅加拿大村。你哋話呢條村嘅華僑後人點解唔返嚟住靚屋呢？點讚過千，我哋繼續探秘呢條神秘村落。關注我，下期內容相當精彩。